主后2022年11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缘无故受攻击的时阵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9篇第1节到31节。我所称赞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静静，因为邪恶奸诈的人已经开喙攻击我，因用白贼的舌对我讲话，因用怨恨的话包围我，无缘无故攻击我。我听因反转做我的对敌，我要求为因祈祷。因对我用歹报好，用怨恨报仁爱。求你派一个歹人管辖伊，派一个对敌徛伫伊正边控告伊。求你予伊伫审判时受定罪，予伊的祈祷嘛算做罪。求你予伊的性命紧结束，予别人代替伊的职位。求你予伊的囝儿变做官夫，予伊的某变做官夫。求你予伊的囝儿四界求乞，对因的破厝，予人赶出。求你予祭主抢伊一切所有，予生份人抢夺伊劳苦得到的财物。求你予伊无得到好款待，无人可怜伊的孤儿。求你予伊的后代断绝，予伊的名字受撤销，无传到下一代。求上帝记得伊祖先的罪恶，予伊老母的罪过无得到撤销。求上主予因的罪恶不时伫你面前，予因的名对世间消灭。因为伊无想要是怜悯，反倒压迫散车困苦的人，害死伤心的人。伊爱咒诅，愿咒诅临到伊；伊无爱祝福，愿祝福离开伊远远。伊用咒诅做衫穿，咒诅就亲像水入伊的腹内，亲像油入伊的骨。愿这个咒诅做衫穿伫身躯，做腰带不时甲伊下条条。这就是伊对上主所受的报应。伊是我的对敌，用歹话攻击我的性命。至悬的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好款待我，照你至善的慈爱牵救我。因为我散车困苦，我的内心受伤。我的岁数亲像日影渐渐斜，我亲像草莓，予人绊倒掉。我因为禁食脚头有酸软，我消散落目。我受因诽谤，因看到我就害头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予因知，这是你亲手所做，是你上主所做的事。因虽然咒诅我，你会赐福予我；因起来攻击我的时，会拄到见效。毋过，你的奴仆会欢喜。求你予我的对敌用凌辱做衫穿，用见效做袍满。我要用我的喙大大称谢上主，我要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伊。伊要徛伫散车人的正边，要救伊脱离判伊死罪的人。以上。无缘无故受攻击的时阵，求你派一个歹人管辖伊，派一个对敌徛伫伊正边控告伊。看到世人安尼的祈祷，互我袂禁得感觉心舒坦。原来毋是只有我希望遐个无缘故攻击我的人受到刑罚。毋过，这首诗是鼓励咱抾刑记仇是无？通用祈祷当作惩罚别人的工具是无？这互我真不安。
那呢，通对这首诗看到甚物？首先，我看到一个无辜的人，世人受指控犯罪，面对一个无公平、无公义的控诉，伊只会当向上帝诉说伊的无辜和伤害。你捌受侮辱过无？捌无缘无故受到攻击无？相信真侪人拢有类似的经验。当无端受诽谤，一定会感觉真委屈、真受伤。搁较艰苦心的是，咱虽然想要去疼对方，努力去包容对方，却像诗人所讲：我疼因，因反转做我的对敌。我要求为因祈祷，所以诗人求上帝毋通搁放点点。无辜的受害者不但承受对敌者的压迫，即时若连上帝都拢毋开喙出声，要安怎是好？所以诗人向上帝求救，求上帝显明伊的同在，拯救伊。搁再来。我看到诗人并无掩饰伊内心强烈的感受。对第60起，诗人总共列举10几个愿对方受审判的情况和诉求。咱基督徒的祈祷常常拢是经过受辩，明明心内真痛恨对方，伫祈祷中却轻描淡写，明明真受伤。伫言语中却虚假善意回应，练就内外无一致的性格。咱并无真诚实地面对家己的有限和软弱。咱受教是毋通怨恨别人，爱无条件去饶恕对方无理的伤害。最后，咱变甲真够稳重。甚至袂晓安怎将上真实的情绪向上帝倾诉。毋过，诗人却是向上帝陈述真实的家己，搁想起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恳求上帝凸显伊的慈爱甲怜悯。至悬的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好款待我。上帝是甲伊的子民立约的主动者，伊要照伊的名、伊的本性，也就是慈爱甲信实，向受苦的人施行拯救。地现有2种意思，一种是根据数字，并票据向金融机构换取现金。第二种是根据所讲过的话、诺言加以实现。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咱信仰的上帝，伊的本质甲属性是甲伊的名相符合的。伊既然是慈爱怜悯的上帝，就要因为伊的名的缘故，恩待伊的子民。无故受攻击的时，咱检采通受气愤慨，检采通伫基督中吐露真实的情绪，总是搁较要紧的是，要相信上帝的确会帮助咱，因为只有上帝会医治咱受伤的心。默想，最近我的心中有无愿意原谅的人无？最近我的心中有无愿意原谅的人无？咱来祈祷，感谢人内心的上主啊！我伫你的面前承认家己的有限，恳求你，互我会通行入你的疼痛内面，领受你的接纳甲帮赞，有受饶赦甲饶赦人的性命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